加拿大聯邦政府通過樞密院令，將護照嘅費用同消費物價指數掛鈎。由今個月31號開始，護照嘅費用將會調高2.7%。喺加拿大境內申請護照，5年期護照費用將會調高至到123.24加元，10年期就會調高至164.32加元。如果從海外申請護照，10年期護照費用將會增加去到267.02加元。移民部喺隨樞密院令一同遞交嘅影響說明文件指出，現行基本收費架構冇辦法支撐整體營運成本。部門話，自上次將通貨膨脹因素納入費用計算以嚟，消費物價指數已經累計上升14.5%，導致2024至25財政年度支出超出收入大約1億2100萬加元。移民部強調，目前正係全面檢討護照費用結構，未來將會提出多項調整方案，以更貼近實際營運成本。現行費用並未計入多項重要支出，包括員工薪酬、國內郵寄處理費用以及資訊科技系統成本等等。調整費用嘅方程式並未涵蓋大約8成半嘅營運成本。文件未說明，如果全面反映成本，護照價格可能上漲至乜嘢水平。另外一項新嘅退款令即將生效，如果旅遊證件申請未有喺30日內完成，當局將會退還25加元嘅領事費，並且100%退還申請費用。官方數據顯示，舊年1月去到11月，政府一共收到419萬份護照申請，並且發出大約402萬本護照或者其他旅遊證件。2023年1月31號去到舊年3月31號，政府因為未達處理時限標準，退還一共4000萬加元嘅護照同旅遊證件費用。按照現行規定，如果護照發出時間超過標準1至10個工作天，需要退還1/4費用；延誤11日以上就要退還一半。舊年3月31號去到11月30號，政府亦都另外退還5478筆費用，總額近31萬5千加元，超過22000本一般護照處理時間超過30日。